今日外展去到大圍東華三院莫黃鳳儀安老院，幫一個92歲嘅婆婆由侄女陪同試用助聽器。婆婆左耳輕至中度弱聽，右耳重度弱聽。婆婆有一個現象，就係聽到講嘢，但係唔知道內容。婆婆有初期嘅認知障礙，給婆婆試用我們的 Clip-on Hearing 助聽器。右耳戴上助聽器後，我們說話慢一點，婆婆就聽得清楚及明白。好啲係咪都有幫助？最緊要你有幫助到聽到啲嘢，係咪？完全聽唔到嘅，咁即係冇用咯。你聽到嘅，咁就買咯。聽唔聽到？好啲。而家你咁講啊，你中意啲唔中意嗰部機，係啦。聽到唔聽到？聽到就買嘅，如果你話聽唔到咧，就唔好試啦。侄女決定替婆婆購買這款 Clip-on Hearing 助聽器，希望婆婆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，改善聽力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